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67个本土病例，今仔日是新北市上界侪病例，有129个人染病。台大病院标出10个人感染，目前全院体检手术也停止。另外，伫台北的联合病院双德院区、台北荣总也拢有出现病例。咱台湾透过 COVID 所买到 AZ 疫苗第2批有41万张，今仔已经送到台湾咯。指挥中心表示讲，会有一部分予防疫人员使用。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增加275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8个是境外，267个是本土病例。今仔日新北市是上侪病例，有129人染病。台北市的部分有70人，彰化县有28人染病。也因为国内疫情当日关卡，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到5月18，全国的防疫警戒纠关到第3级。也照地方政府就要逐工调开防疫会议，整合病例行踪，也搁设体检站。另外，指挥官陈时中也呼吁民众讲，社区体检站是有接触史，加出现症头的民众会当带先去使用的。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上升，伊阁新增加267个本土的个案，分别是男性127例，女性140例，卡列遍布10个县市，其中伊阁以新北市129例上最，中和区占26例，阁再来是台北市70例，艋舺区31例，彰化县28例，桃园市16例，高雄市8例。台中市5例，贵人市4例，宜兰县3例，台南市甲新竹市是各2例。有万华区的活动史的有87例，台北茶艺馆的接触史的有73例，那万华葡萄酒商的有28例，那某社团相关的群聚2例，进香团1例。不明感染源49例，疫教中的有27例。因为本土疫情真严重，湘北地区也继续有本土病例出现。为了加强相关防疫的做法，指挥中心宣布，对即日起到5月28为止，提升全国疫情警戒到第3级。会要求地方的政府每天召开全国防疫会议，整合防疫的资源，也甲确诊者的卡列整合，为出热点区域正式检查站。这个区域是确诊人去最多的。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感染源，那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确诊来到而带来一个风险，所以在那个地方就要求一定要增加筛检站。对着本土疫情大爆发，指挥中心专家会议决议，搁再放宽解除隔离的标准。一位确诊的带医者离发病历超过10天，而且CT值采检比30较大，就使解除隔离，回来到社区。一方面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证的资料，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在目前的病房的需求会比较多，那所以不希望把这样其实没有什么传染力的病人来持续留置在医院里面，所以这 CT 大于30以上，那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回到社区里面。有最近未少民众想要赶紧来检查，造成病院甲检查站大塞车，但是中呼吁民众，社区检查站是要快速找到社区内底感染者，以有接触史而且有症状的人优先，有活动史，抑过若是无症状的人，会使自我来隔离14天。若是无接触史也无症状的人，就无检查的必要。若是为着求心安走去检查，反倒等下家己暴露在风险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病院内面也出现本土病例啊，伫台大病院有10个公务室的员工确诊，可能是甲艋舺有关系。目前台大病院也进行全院的体检，手术的部分也拢先暂停。另外，台北市也有一间西药治中心内面有一个病人确诊，经过体检也有4个人染到病。伫咧台北的联合病院双德院区、甲台北荣总也拢有人染病，目前病院也有咧进行大消毒。疫情相对医疗因素去，台大病院一个公务室的人员18发烧，经过 PCR 采检了后确诊。台大安排办公室拢总36个人做采检，有10个人确诊。那很不幸的，在这36名跟他有接触的同仁当中，我们筛选出来有10名是阳性。那这10名阳性的，我们就收住院。那另外这些跟他有密切接触的，虽然不是阳性，我们也都把他做隔离，然后再观察14天。台大初步了解，内底有人去过艋舺。不过，还阁需要疫调来确认。虽然办公室的环境采检有3个所在验出病毒，不过初步判定无接触到患者，这并不是院内的群聚感染。
台大嘛宣布会暂停所有的手术，嘛暂停收住院的患者，而且甲门诊量降低，若毋是紧急的病人，会延后复诊的日期。另外嘛安排全病院差不多6、7成的人员做普遍采检，希望48点钟内会当完成。除了台北市联合病院尚德院区有一个住伫个网甲药剂科的员工采检了后确诊，差不多20个甲伊有接触的同事，第一届采检拢是阴性。另外，医内还佫有一个看护，因为发烧采检确诊。虽然这2例拢毋是医内感染，不过病院已经准备要增加医内采检的范围。另外，台北市有一间西药剂中心的患者确诊，了后这个中心甲患者还佫有员工做快速采检，检出4个阳性。即马考虑11个工作人员甲67个患者做居家隔离。先看有没有办法媒合一些医疗机构来进行这个血液透析。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密集的检测，大概每2天做这个 PCR 的检测的前提之下呢，由这个被居家隔离当中的这个医护人员还有这个病患来回到这个已经清消完毕的原来的这个血液透析诊所来进行这个血液透析哈。遐若阿东病院医内感染，佫传出有3个人第2届采检是阳性，包括一个患者、一个家属，还佫有一个看护。目前阿东病院这波医内感染已经累积14个确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透过 COVAX 所买到的 AZ 疫苗，第2批大约有41万张，今下晡3点外也送到桃园机场啊，落尾也送到物流中心的冰库，经过检验了后，上紧1礼拜就会当互民众开始做。指挥中心表示讲，这批疫苗会有一部分提升予医护人员甲防疫人员使用。规送到指定领导物流中心，赶紧做风险检验。这是台湾透过 COVAX 买的第2批41.02万剂的 AZ 疫苗。这是中营航空的班机，为荷兰阿姆斯特丹起飞19下晡3点37分到桃园国际机场。台湾本土疫情继续滚价，外界咧关心教会疫苗如何来分配。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控管一部分，亲像前线医护人员、高风险人员，拢是先做的对象。比如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运送可能确诊的一些病患，那相关在运送的人员都需要做适当的保护，不管是我们集中检疫所。防疫的这些加强的一些防疫旅社，那或者就是说在采检的人员，他们都是暴露在高风险之下。在疫苗上面，国人可能因为我们的疫情相对稳定，施打的意愿比较偏低，但现在疫情升温了，用疫苗来保护自己的必要性大概不用多言，国人也都很积极跟踊跃。陈市长表示，这批疫苗期限到8月31日，按算1礼拜以后用做。另外，国产疫苗有希望在7月底进行强行。总统蔡英文表示，无论是买疫苗，也是国产研发的进度，拢是在掌握当中。外国的疫苗、国产研发的进度都在掌握之中。那么接下来，指挥中心会持续妥善安排施打的顺序让民众能够有序施打，得到保护。另外，买第1批31.62万剂的 AZ 疫苗，到19为止，注的人数有14万5008人。除了后不良事件有596件，其中36例是疑似严重不良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北部疫情真严重，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129例，其中伫中和的部分上介济有26人染病。市政府要公布病例上接去的所在，有新增中和、永和、邦桥和土城。今仔日也佫有加设3个社区体检站。市长海委表示，4个体检站也佫有17间专职病院，这3天以来就体检9300多人。另外，要调1间旅馆，有183间房间，通好当作集中检疫中心。连续3天，新北市本土确诊数拢超过100人，5月19新增加129人，中和26例上济，邦桥甲新店各有22人。土城、三重埔、永和甲新庄也有确诊案例。新北市阁公布1点，新增中永和、邦桥甲土城，尤其是市场甲夜市，亲像邦桥南雅夜市、中和南市甲丰润市场、永安市场等，拢有确诊者重复出现。市府赶紧大消毒，阁增加体检站，要将确诊个案全部拢找出来。我们的筛检站的能量，光昨天1天。我们就筛了3747人，累计3天，我们就
筛了9343人，所以其实我们的筛检量不断的扩大，不断的裁剪，我们不断的把这个有确诊个案找出来。新北市13行政区原来就有17间接近病院体检站，因为疫情破开，新加设邦桥社区体检站，19个增加6星永和更新甲土城3个社区体检站，也因为扩大体检站，确诊者人数也增加，对医疗量能来讲是一个考验。侯友宜宣布定向饭店作为集中检疫中心，来安置轻症甲无症状的人，会伫21启用。应验这些无症状确诊者跟轻症。我们今天特别征用了一个旅馆，有183个房间，1人1室，专栋专用，从5月21号启用，尤其有医护人员及警力全天进驻。侯友宜指出，这段时间去大检疫有131人，也有78个空床。到10月为止，居家隔离旅馆有1977人。新北市的防疫旅馆目前住房率无到6成，未来也会新增加621间，总房间数会有1741间。进前侯友宜捌讲准4级警戒，按过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全国标准拢是3级。侯友宜表示，作战方式会用调整，地方一定按照中央的指引来做，按过地方权限会提早准备，甚至扩大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本土病例一直在增加，台湾的医疗也着爱面对疫情考验。台北市长郭文哲希望退休的医护人员会当回来到前线斗防疫，也希望透过正人的力量，把疫情压落来。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上升，台湾的医疗量能备受考验。台北市长郭文哲向退休的医护人员发出定职令，希望说回来到第一线斗3天来防疫。现在国家需要你们，你知道哈，来到防疫前线作战。那主要是要用在这个防疫旅馆啊、检疫所的一些病人的监看。非常希望我们有第2批的一个退职人员能够参加我们的一个第2批的征召。我们希望我们的护理人员共同来参加这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抗疫行动。退休的医护人员回来到第一线进前，必须经过1礼拜训练。上线了后，每8点钟会使领5000块的薪水。根据即阵的资料统计，确诊者有20%需要来到病院，其中只有4%会入去加护病房，剩的是全部送到检疫所加防疫的旅馆，需要医护人员来监测。10天了后 ，CT 值比30较大，才法度出院。而到底爱护掉偌侪人照顾？郭文哲坦白讲，即阵是无答案，请大家先报名。而对着台北市快速检查阳性率对上悬的11%降到5%，13到19这6天内平均是8.4%。郭文哲是认为台北市疫情是有控制掉的。我们快筛的比例从10%降到5%嘛，哈，理论上要降到3%以下才能够有效，才是算说这个疫情在社区是有效的控制。那不过在这个5%，你知道，你只要一不小心，它还是会往上爬。所以还是要呼吁市民朋友，大家合作，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过关。现阶段台北市的防疫旅馆是400床，将来有计划再增加400床，目标希望达到1000到1200床。台北市下令要求区域级以上的病院成立专职的防疫病床，以急成一般病床数的1/10为目标。相关的方案会在1礼拜内提出。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县伫今仔日阁增加28人感染，其中有22例是前一天中华县家己公布个案。另外，讲到这个背水果的感染个案是愈传愈开，溪湖歌唱班也有3位新冠的家属来染病。另外，讲到背水果的大汉后生伊也染病啊，所以因为进前捌去补身甲人食饭，伫咧共间餐厅坐无共地道的人客，也有3个人去染着病。防疫人员全副武装，伫咧中华溪湖这间公庙边成立临时的体检站。因为这波确诊的个案，甲包括溪湖在内附近3个乡镇有接触数的，是要到1000人。我们是没有怎样，只是说有确诊者，你不来这里反送啊？确诊者你不要2米嘛，不大家惊啊，无来检验就袂使啊。里面是感觉真惊吓，因为都连真侪新的里长因翁仔某，嘛那像是去唱歌全确诊。你若公用的，就是差不多麦克风嘛。啊，毋是遐侪人，啊无因啊都大家做做伙啊。
李长因翁仔某嘛是社区歌唱班的成员，这个月初8去食喜酒，甲卖水果的负责人坐隔壁桌。几啊天了后，社团聚会唱歌，地主互相烧话。除了前一天22个歌唱班的成员确诊以外，佮新增加3个歌唱班成员的家属嘛确诊。也那卖水果的负责人，伊确诊的大汉后生，是佮甲病毒为互去航肉店食饭的一家伙仔拢总3个人。确诊个案跟接触者共处一室，没有戴口罩参与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接触，这个风险非常高。根据中华管府的预调，这个伙仔3个人是伫咧初10暗时啊，甲确诊者伫咧同一个餐厅食饭。16的时阵发现行踪有重大，17采检确定去画着。目前中华管到达累计已经有49个人确诊。卫生局表示，虽然目前医疗抑个有采检的能量拢有够，不过即马确诊者的行踪是遍布溪湖、埔心抑个有烟镇，这3个所在拢列入去重灾区。国军嘛持续支援清洁甲消毒，希望会当阻挡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伫台中有5个确诊病例，其中有2例是中科大和东海大学学生，因所去过所在除了有消毒以外，也当咧对病例进行调查。指挥中心公布19新增加确诊的本土病例，台中市占5例。台中市府表示，从去年到今，台里有2个确诊，到今还找无感染源，而且2届采检结果阴性，所以排除感染。台中市目前累计确诊人数是7个人。4里面有其中的2例呢转阴哈，那就是解除确诊，他们已经不是确诊者哈。那所以今天中央通知我们是+5减2。19新增加的5例，其中3例甲北部有接触的关系，其中暗号2351，甲中华卖水果的负责人伊的歌唱班嘛有接触史。暗号2413是东海大学的学生，除了有住共间宿舍的同学，伊嘛有去过大卖场、东协广场等等。也那暗号2514的同学是读朝阳科大，目前感染源不明，不过有去过东协广场唱歌，也有中友百货公司食饭。目前扣了4个住共间宿舍的同学。病的来源目前还不清楚，因为这个案子是昨天晚上很晚我们才接到通报，所以我们目前的疫调还不断的在进行当中。为中昼开始，个案捌去过的所在，就做大规模的清洁甲消毒。其中朝阳科大是赶紧甲港站楼68个学生安排隔离，嘛延长线顶教学到6月初8。也那这2个个案拢捌去过东协广场，当也开始做大消毒。中友百货公司嘛伫下晡5点开始暂停营业2天做大消毒。确认者的足迹，我们在针对沙鹿、潭子、东海、雾峰还有大理这5例的部分，我们同步在今天早上8点之前就已经完成清消。也那伫咧环山部落的平顶国小，因的女子篮球队顶一日去台北比赛，全学校47个老师甲学生11暗时住伫咧网家某一间饭店，目前5个人采检的结果是阴性。市府嘛伫咧当地设前禁止会所，持续做疫调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大学有一个伫咧查甫宿舍做事的工作人员，昨暗确诊了，也因为伊捌伫咧柜台甲学生磅体温，接触过学生有真侪人。目前学校也甲500名学生留伫咧宿舍内面，相关的接触者要甲因叫到堂内做回调查，相关人员也着爱进行体检。遵照医护人员指示，开设伫校内临时采检站，宜兰大学留伫宿舍学生准备接受体检。担不担心这关在一起？啊？阳明高大附设病院出动12人分4线协助采样核酸检测，准备450份，按算310人受检。过程中也有同学一检骗回老白线。学校指出，10月暗时知影一名进前接报道的安心工作人员确诊，这工作人员伫咧查甫学生宿舍柜台服务，捌到3天磅体温，恐惊甲未少学生有过接触。他在5月初到18号，有3天他就临时上工到学校里面来。那当然，他有跟学生有一些接触，就是在男生宿舍里面。学校也紧急调回15进前离开宿舍，捌接触过这工作人员的学生，当在学校接受体检，相近2天到3天知影结果。伫苏立淡江大学10月下晡有一名兼任老师到学校顽固教学，上课到一半，互卫生局告知确诊。因为他是去过万华啦，收到这个简讯通知，所以他才担心，才跑去筛检。卫生局通知他是有确诊，他其实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在医师指示了就自行这个在家等待。学校表示，全校15度开始顽固教学，
老师上课时阵，无学生伫现场，大楼已经消毒，各通知恐惊受影响的人爱自助健康管理。教育部统计到18暗时9点，全国有44个学生确诊，大专生22上济，本土41人。对大学来讲，教职员学生济，学生来自各地，较会走来走去，去围着风险就较大。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高雄今仔日公布8个本土病例，其中3个当日对查感染源，另外5个拢捌去过台北。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烦恼讲，若准台北继续严重落去，高雄可能会去互扫掉。市长也呼吁民众，不管安怎样，出门拢爱挂水安。伫高雄前镇产业园区内底大丰科技，下晡也是有工人伫出入。公司证实，因为一个员工确诊，市府下晡公布这个确诊的个案是暗号2351，因为因老爸是确诊的个案2150，有绑架的女幼师。业业者接到通知了后，嘛随甲厂区做大消毒。他接触的一个人的数量是很少的，那我们也紧急的通知了所有那个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呢，已经立即的在家就是做隔离跟观察。高雄一群新增加8个本土病例，内底有5例有双北相关的活动或者是接触史，包括高雄科大兼任教师，甲顶一个紧急清空的人回病院，因的一个护理师伫院内互画着。另外3例要查无接触史，不过其中一个6岁查某囡仔，因为2届采检是阴性，疑似是伪阳性的个案，所以排除确诊。他第一采是呈现非常弱的阳性，CT 值大概是33点多到34。那今天进行第2次采，它是呈现阴性的状态。也若引起美术馆附近社区行遐的暗号2527保险员，高雄市卫生局讲，因为这个个案工课的关系，接触者较复杂，目前已经确定接触者内底有人有双北的女幼师，会继续调查感染源。一岛同命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但交通彼此的联系都是非常的频繁光是一天这样的往来从我早上有跟大家报告，大概60万人，大概有15000人曾经到过高雄。高雄新增加的5个个案，甲双北的疫情有关联，和市长陈其迈是真烦恼。呼吁民众无论是买物件或者是倒垃圾，便若出门喙暗都要挂好，若无一定会当来采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是一个80岁妈妈甲60多岁后生。这个后生捌去过台北绑架，也怀疑讲是伊甲病毒炸倒转来的。市政府除了消毒以外，也有伫新亚设体检站，若准有符合的资格民众，就要主动去体检。消毒人员伫咸水市场内底消毒，另外一边也到确诊者来过所在详细消毒。疫情指挥中心19公布，台南出现2件本土确诊个案，市府公布相关的行踪。新确诊个案2355甲2428例，2个人是母囝，2428是后生。5月初2、初7 2天拢坐新客运卫星野到沙丁堡。搁去绑架地区活动，5月初5、12、17 3天去过咸水菜市啊、牛墟、野妈妈2355例。伫5月14出现发烧者症状，家己食药啊。5月17后生陪去看医生，后来转介病院急诊，2人拢伫5月18确诊。那以这个案例，它本身其实88岁女性是比较少外出了所以我们匡列了61位接触者，居家隔离21位，自我健康监测40位，经采检其中有1位阳性是同住的家人，然后他陪按2355至医院就医，所以也因为匡列而被验出来是阳性确诊个案。另外，伫嘉义市也检出新冠肺炎阳性案例，这位北部来民众15岁高提到嘉义，一直到5月17出现症状，去病院采检是阳性。伊伫嘉义地区活动2天的地点，嘉义市环保局已经消毒，因为案例唔是嘉义人，所以未列入嘉义市的个案。5月15号，有位北部民众搭高铁到嘉义他经过我们的采检发现是阳性个案。那阳性个案我们现在已经送到 CDC 指挥中心去确认。那不过相关的疫调工作都已经展开。那有些清消消毒的工作，还有居家隔离的判定，我们都已经通知。
台南市府呼吁，若最近捌伫卡车地点活动的人，请自我健康监测。新营体检站19下晡也开始运作，那民众有被酷热的对象或者是去过高风险的所在的人，应去体检。卫生局也呼吁，台南出现疫情，最近民众爱过来洗手、挂嘴安，避免出入人济或者是高传染风险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伫今仔日有增加16个本土病例，市政府今日设真侪社区的体检站。所有里长表示讲，本地伫旧山的体检站伫社区界间，率去互反对。讲到家人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4个。市长林佑昌也要求讲，无挂喙炎的一定爱罚。今仔日已经罚6个人，上少拢罚3000块。环保局人穿着防护衫来到富光火车站进行大消毒，听讲敢若有10元确诊，附近的民众讲拢无听到，车站正常来运作，工作人员讲无受到影响。你们也没有被影响到？没有。桃园19新增加16例确诊，桃园市政府因应这个需求，要在病院以外找到较空旷的所在，像是矿场、体育站、公园这所在，增设30个社区的检查站。这2天会先完成3个所在，因过其中旧山检查站设置的所在，互山顶里的里民来抗议，里长呼吁市府爱找较适合的所在。这些里民都害怕死了哎呀！你们来抗议呀！今天早上总共有100多个人来抗议呀！因为你在住宅区旁边，我们当然会反对啊。如果地点有这个不恰当的地方，或者容易产生这个抗性的地方，我们也会调整。另外，贵人19新增加4个确诊病例，市长林佑昌公布确诊者相关的卡列，其中案例2305是伫新北的中和上班。工作场所有确诊者，虽然伊的卡列真固定，上班日是坐代替的区间车来回放假甲贵人。不过在78暗时6点40分到8点半，北去第2里里民活动中心参加唱歌的活动。我想这个时间点是我们觉得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得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也已经通知并且匡列所有当天一起唱歌的所有民众，总共有15位。19指挥中心宣布全国疫情警戒升到第3级，市长林佑昌表示对贵人影响无大，不过疫情更加严重。贵人市强力来执行无挂喙炎就罚的政策，即阵在安乐市场已经罚到6位民众，罚款是3000块到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讲到澳洲疫情有较稳定落来啊，国内业者也呼吁政府就要放零边境管制。不过，因的总理莫里森却认为讲，目前讲要来开放也阁想过早，按算明年中才会对其他国家开放边境。澳洲疫情有较例外，过去1礼拜新增加确诊大部分在10例左右，也是以下。航空甲旅游业者以及大专校院拢呼吁联邦政府放宽边境的管制。不过国际疫情依然是真严重。总理莫里森18表示，即阵讲放宽的做法依然也伤早咯。Well, I understand that everyone is keen to get back to a time that we once knew. The reality is we're living this year in a pandemic that's worse than last year. Right now, it's not safe to do so. 莫里森表示，只有在安全无问题的情形下，才会考虑予注射过疫苗的旅客来入境。即阵澳洲只是甲纽西兰实施旅游泡泡，若是要对其他国家来入境，一律必须立即检疫所隔24天。预计2022年的年中，才会对其他国家来开放边界。而墨西哥是积极注射新冠疫苗，即阵已经注射将近2400万剂，目标在今年10月入冬进前，予所有人口至少注射1剂。为着予学校早日重新开放，当局选择即要注射1针的中国空气疫苗，提供予国内300万名的教师来使用。另外，伫新加坡，官方在18宣布批准12岁到15岁青少年也注射辉瑞 BNT 疫苗。另外，当局调整这个策略，延长2剂新冠疫苗注射相隔时间，互更加侪人至少先注射头1剂，来增加保护力。而面对第3波疫情，搁再来泰国18位万国大约500名寺庙和尚，在当地病院注射中国科兴疫苗。泰国4月了后疫情上升，17日天就增加9600外例确诊，其中大约70%是来自家家互相相互感染。国际新闻林浩如编译。有真侪人拢认为讲武汉肺炎是对亚洲开始的，这也地区伫美国直接出现攻击亚洲人的事件。美国众议院昨也通过反对收粉攻击亚洲的法案，未来会使犯罪调查单位建立无共的通报系统，加强各部门的执法追踪。外界也认为讲美国总统拜登应该真紧就签署啊。
未来亲像前几天伫加州发生的反亚裔受训示威行动，愈来愈少。美国众议院18以364票赞成、62票反对，通过打击反亚裔受训犯罪法案，说去会送总统拜登签字生效。因为拜登要表态支持这法案，有了伊会真紧就签署。这法案由夏威夷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贡献庆祝，甲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明朝文起草4月伫参议期已经通过。Asian Americans are tired of living in fear and being frightened about their kids or elderly parents going outside. Congress is taking action. Asian Americans have been screaming out for help. And the House and Senate and President Biden have clearly heard our pleas. 美国自去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了后，前总统川普几啊摆用中国病毒，或者是以中国功夫号名功夫流感，将疫情起源归伫中国。美国国内反亚裔受训犯罪愈来愈多。We're not a virus. We're not the one that started this pandemic. 这个法案会指派受训亚裔犯罪专员赶紧调查，建立有真一种以前的报案电话甲犯罪资料库，佮加强地方执法机构的培训。根据密西根大学最近一份调查报告，美国对亚裔刻板印象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浮出台面，政客污名化言论，互对亚裔敌意加深。这研究去年以4337个新冠病毒甲反亚裔新闻报道做调查，显示。伫内底牵涉1013件受训亚裔事件，其中66%牵涉对个人或者是团体骚扰甲故意伤害，33%牵涉污名化、歧视言论等。骚扰事件当中，65%是女性，华裔受害者占58%。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伫咧南美洲的阿根廷，唔若爱对抗疫情，国内物资起价也是一个大问题。为着要防止通货膨胀钱变薄去，阿根廷政府今年开始限制牛肉袂当出口30天。不过民众确实无咧信道，甚至有业者认为讲要来罢市8天，表示抗议。伫阿根廷的牧场内底，因讲每天拢会使看到即款世界拢是牛的景象。根据统计，阿根廷平均每年所杀的牛的数量达到1300万只，超过台湾人口的一半。牛肉年产量大约是280万吨，经由各位的变价换算的产值达到50亿美金，是阿根廷农业甚至是整体经济重要一环。因为近10年来物价继续大起，起伏拢在2位数以上。2020年的估计通货膨胀率虽然是在2019年的53.9%以下，也毋过也是有42%。阿根廷政府认为，要甲2021年的数字控制在30%以内，一定要对占消费上大宗的食物价销来落手。所以，伫当地时间17，政府宣布暂停牛肉的出口，期限是1个月。而这种的做法，自然引起肉片的业者是感觉真不满。de carne por el problema que tienen con la peste porcina africana. Realmente es una pérdida, es volver a tener pérdida de credibilidad en nuestras exportaciones y seguramente le va a generar problemas a los exportadores porque a China se comercializa vendiéndole el 20 o el 30% pago por adelantado y el resto se paga con la documentación de embarque. 对这数字来看，阿根廷牛肉的出口量甲金额分别占整体产量甲产值的29%甲10%，所以业者认为出口的禁令对市场的行情影响是有限的。El precio de la carne en la semana próxima no va a tener grandes modificaciones, va a haber un abastecimiento medianamente normal, no van a caer los precios. 业者认为，政府应该考虑的是设法提升产能甲产量，推出外销禁令根本是无毋对方向。阿根廷国内4大肉类商业工会已经达成共识，要对这个月20开始连续罢市8天，表示抗议。记者慈宏报道。咱台湾一声逼出遐尼侪本土病例，要替观众朋友整理各县市的病例人数。
今仔日本土病例有267例，其中伫新北市就129例，台北市有70个人染病，桃园有16人，宜兰有3人，彰化县有28人，嘉南有4个人。另外，伫咧高雄也有8个确诊病例，台中有5例，台南有2例，新竹市有2例。目前台湾计共有2533例，本土病例部分已经有1386例啊。讲到最近防疫期间行到倒位，拢爱留联络资料。行政院的政府委员陈宏今早起就公布一套简讯的实名系统，只要用手机扫点击 QR code 发简讯，伫5秒钟内就会当完成实名制登记啊。超商外口广告，民众扫 QR code 就应将点击号码用简讯回传到一名管制署的1922专线，互民众免惊会留到告知，也应用一关卡的来点实联制操作。19日行政院会开线，政务委员陈宏就伫记者会公布这全国通用的简讯实联制，强调5秒钟就会当完成。这个系统呢，比起现有的实联制的系统，那大概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简讯完全免费，那一个不用加入会员，它不需要特殊的设备，民众不会在店家留下个资，而且阳春的手机呢也可以使用。行政院表示，点击政府机关交通运输拢会当用，中途开始代替高铁就会使用，也强调简讯是传送予系统业者，28天就会汰掉，点击也未留资料。全国防疫是真紧张，立法院的立委也开始伫办公室装实行会议的系统。那去年是有尝试过，立法院有尝试过用线上的会议，那就是没有牵扯到表决。那因为大家也都觉得说非常时间，大家尽量让议事和谐，因为现在真的是减少移动，这个是必要的哈。那也让中南部的立委可以不用上来开会。周春美表示，透过这系统，会当直接伫线顶签名、登记发言等等。立法院的委员也会看到岛民用透明的房仔隔开位。目前立法院也咧规划，礼拜5伫宴会结束了后，会做专院宴会视讯会议的测试。记者综合报道。学校的停课到5月28，却因为线顶教学平台定定卡掉咧。教育部也停用公司3台，对今仔开始连续8天，逐天下晡1点半到4点半，会放一寡影片，一寡影片拢是适合学生囡仔看。突然打扰，真是抱歉，我是个女人。老师请学生照顺序伫咧线顶念课文，做落来提醒爱交的作业。全国的学生拢停课，采用线顶教学，配合防疫，远距离上课。老师是拢真拍拼。在前10到15分钟，老师会讲解重要概念，进行教学说明。然后10到15分钟，可能就会让学生做自主学习跟练习。那后面的10到15分钟，老师会再进一步做学习的澄清。高是高中、国中、甲国校啊，都有400万的学生，毋但年级有前差。教学的资源嘛无共款，学校都要有更较侪有春秋的做法。以台北市做例，去年都有宣传相关的配套，即嘛免全部的课程拢采用直播教学。因为他们也担心学生整天都盯在电脑上面，这个专注度老师是没有办法掌控嘛，再加上眼睛。台北市停课的第2天，台北库克分就无搁塞车，有高中的老师1分外的时间都有顺利入去到网站啊。也让其他公部门的教育平台，今仔日嘛拢正常运作。考虑到线顶学习的管道资源爱搁较多元，嘛互学生较方便学习。教育部为19开始，连续8天停用公司3台，下晡1点半到4点半的时段，会放送予国中也有国校的学生看的非学科的课程。4个领域比较没有涉及每个学校版本不同的问题，那么老师透过线上教学之余，也可以来搭配看我们的节目。教育部表示，提供电视教学节目，互期间的学习会当更较多元。这个内容嘛，因为是教育部有认定的补充教材，嘛请县市政府伫咧认定的时阵，爱较有春秋，以学习的效果来做考虑。记者综合报道。那疫情当咧困假，咱也来继续关心水无够用的问题。科华中灾害应变中心伫今仔宣布，对2日开始，桃园甲新北市的南口水情电荷调整做减量送水的监测式电荷，即日到第2阶段的限水。若准到5月底雨水量依然无够，6月开始，新竹地区会改做是分区送水的红灯，实行用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即马水情淡水内，石门水库的欠水量已经降到12%，
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9宣布，5月2日开始，桃园市甲新北市的南口水井的灯号调整做减量供水的柑仔色的灯号，进入第2阶段的限水。桃园市长李文才呼吁大家爱准则用水，互石门水库的水唔通死了遐紧。要拜托水利署以及台水公司哦，那么北水南调的部分，那目前资源大南水厂一天是22万吨，我希望能够资源再多一点，让石门水库下降的速度慢一点。李文灿讲，这礼拜水井进入柑仔色的灯号，未来这水率要以2成做目标。另外备用的水源，包括地下水、放流水等等，全部拢要启用。也若旱灾应变中心表示，为即嘛开始到5月30日进前，水库的集水区累积的降雨量，若无到100米以上，为6月1开始，新德地区会由减量供水的柑仔色灯号调整做分区供水的红灯，实施用水5天停2天。苗栗、台中甲中华北部地区会延长分区供水停水时间8点钟。6月1号开始，新竹地区就开始实施红灯的分区轮流供水。那这个的作业也可以减少对于石门水库的一个负荷。都惊真正无落雨，新德为6月份开始会实施限水，会影响到新德科学园区的生产。大家电表示，为2日开始，针对新德科学园区厂区的用水，会提早增加水车载水的路摆，嘛会严格管控厂区人员的防疫，来维持生产袂受到影响。世界先进嘛表示，配合园区管理的要求，会持续伫咧非生产的区域自主节水。其他的方面水若是无够用，会买水来补，所以生产甲营运一切正常，袂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嘅特产公司又传出讲，有一名员工去胃着病，伊平常时也是咧放假行大的人。虽然讲伊毋是屠宰人员，毋过办公室和台北市家禽批发市场也拢有消毒，而且今仔日也暂停营业。清洁人员摕消毒剂伫咧消毒，每一个所在连壁面、壁架、路面拢规个拢爱喷好胶，做好台北市家禽批发市场的环境清洁消毒。台北市疫情扩大。台北特产公司传讲有2工疑似确诊，对此，台北特产公司针对办公厅也个人所管理的台北市家禽批发市场做全场的消毒。另外，批发市场19也停业1天，有民众早起买来买鸡肉，煞买无。已经买习惯了，还是会来啦。因为我们都是在对面那里呀。多久来一次啊？想要买东西的时候就会来呀。他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少来一点吗？还是？我当然是会。台北特产公司证实，有一位住伫咧桃园的员工，普通时伫咧放假出入，13出现感冒的症状，就去病院采检，快筛是阳性。第16核酸检测也是阳性。因接到通报了，第一时间随进行消毒，也强调这位员工毋是市场第一线的屠宰人员，普通时伫咧办公室做清洁工作。甲这位员工有接触的一位同事，也要求爱自主健康管理。桃园卫生局呢，有昨天早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打电话来跟我们做疫调，比较不会接触到承销商或者是屠宰线，他们是做清洁的，所以比较接触的人大概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台北家禽批发市场一天屠宰量有6万吨，停业1天的量要哪补？对此，因讲已经协调新北市各家业者本身的库存经营是未受影响。一若市场恢复营业了，普通时有500万人出入。因讲现阶段无开放零售业者入去，减少群组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顶礼拜民众3天去买菜，不过这继续着起啊。偏偏伫这礼拜，因为学校停课，营养午餐无提供，就清冻的甲菜色甲果子真是销无路。今仔日台北的龙山运销公司的菜色平均价销是落1成5，农委会表示讲会到销到其他通路稳定市场的价销。超过10台载高丽菜货车，离台北龙山运销公司外口排队，等待入场来落货。敢讲是蔬菜到货量伤过济，造成排队排这么长咧。货车驾驶强调，这是高山的高丽菜，明仔载才要拍卖。我是宜兰。宜兰哦，啊，你是已经等多久了？没有等很久。其实会知影北农蔬菜到货量比前一天减少468吨，10公斤22块4，比前一天大15%。菜贩也表示，高丽菜价销比顶礼拜民众抢买时阵落正明显。高丽菜礼拜6、礼拜天那2天的话，1斤冲破35块。
这2天回跌到30、25左右。那跌蛮多的呢。对啊。所在介绍讲有可能继续搁落咧，受到全国学校停课，影响午餐停止供应，其中卖堪要扛的叶菜类失去原来的通路，那进入市场恐惊互介绍落去。对此，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会有应应。我们已经媒合所有提供学校午餐的这些农民跟我们的合作社，到其他的通路，包括一些超市、电商平台。蔬菜介绍淡薄仔落，猪肉介绍是淡薄仔升。农委会强调，肉品市场的供货甲购货状况拢真稳定。短期上看起来是有约略的增加，那猪价的价格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以昨天的收盘价格大概是78块左右。疫情期间，农委会盘点比即卖是有够供应国内18个月所需要。农特水产品拢是充足的，民众无需要抢买。有关蔬菜，北农是对地方农会发出公告，目前市况无好，且农民爱想清楚才出货。记者王德新台北报道。讲到最近疫情是愈来愈严重，所以一寡风声讲，一寡病院的医护人员要食饭叫外送，说是叫互拒绝。对民众发起一个病院3顿食通队的计划，希望照顾到这个医护人员的腹肚，麦当地区一寡因为疫情生理受到影响的店家。同仁跟我们讲说他没有办法叫 Foodpanda， 没办法叫 Uber Eat， 因为没有人要帮他送。然后他也没有准备餐点，最后是由同仁分1半的便当给他吃。因为这句话，原底伫咧做餐饮顾问的庄大文决定发起病院3顿先锋队计划。伊表示，这个计划希望帮助的，唔但是医护人员，也搁有因为疫情生理受到影响的食食店头，提供的服务嘛无要收钱。我们这一次分成2个主要计划，第一个是将你可以自己外送的餐厅归类在友善外送餐厅，另外一个部分是餐厅联盟。加入餐厅联盟有几个重要的条件，比如说你自己没有能力外送。那第2个条件是，你必须为我们设计出价格为100块的餐盒。位地图就会使看到，青色标志是外送优先餐厅，是愿意家己外送到病院的店头。即阵差不多80几间，黄色标志是目前当咧准备的餐厅联名，是无法度提供外送服务的店头，但是会使提供食物，互愿意出动的民众外送到病院。即阵差不多有101间，目前愿意提供外送服务的民众差不多20几个。庄大文讲，原本18已经有启动餐厅联名的外送计划，送一寡食食到联合病院、和平院区、甲中兴院区，不过目前反应是无介热烈。我们有一点像事实查核，我们不断的确认网友们送来的讯息，某某医院没有人愿意外送，那我们去一一跟各个医院的社工科来查证这些事情。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事实上现在双北地区的医院，我们还没有很严重的状况，是医师人员是饿着肚子的。庄大文表示，病院的医护人员若是有需要，会使透过地图找到外送优先餐厅，直接订外送。目前餐厅联名的部分，因为病院的需求也无真悬，又搁伫咧准备的阶段，若是病院有需要的时阵，就会来出动。记者郭碧君台北报道。国内疫情当咧滚价，餐厅的生意也受到影响。伫新竹着一间餐厅的头家，因无爱甲这员工死头路，就决定讲要带这员工做回来包肉粽，希望会当渡过难关。许愿，他现在因为这疫情突然爆发，所以就整个实验我们都停止了。餐厅内底空，敢若剩椅啊、甲桌啊，原本已经摆好要请人客喜酒。当着疫情滚价，全部取消。餐厅头家讲，这波影响实在有够大。全部已经延后了，那一般的喜宴啦，或者是旅游餐各方面的话，也全部都延后了。所以感觉上起来是比去年比较惨一点。头家讲，餐厅员工有的已经在这做几啊档啊，无论如何一定要继续经营落去，所以伊想出甲员工做伙把肉粽来卖，希望会使增加收入。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起码有工作做啊，休息就没钱赚了。租金啊，还有一些管销费用啊，种种加起来的话，
一个月的费用啊，应该也介在200万左右。你撑不下去，当然我们就是大家员工大家就是脑筋激荡一下，看往后啊，端午节过后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再继续来经营来做的嘛。疫情对去年到年初，原本想讲真无简单，再恢复生理，想不到这波更加严重。业者讲，希望原地名声，还佫用了实在的肉粽，会当甲老主顾留落来，加减帮助餐厅甲员工度过一届难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